年輕人，上嚟，係上嚟，使唔使我再同你搞一夾然後先至呢度近啊？係咁，多謝晒，多謝晒。多謝晒，好開心啊！今日咁高興，今日大家竟然可以喺呢個 occasion 欣賞到 Teddy Robin 幫我哋演出 ，thank you Teddy。咁啊，微乎其實 free jam session 啦，頭先我都講過呢 part。不如台上3位朋友介紹一下，頭先彈咗幾隻都大家都唔係好知係咪？邊位？逐過嚟，唔好怕醜。係。我用呢個咪啦。Tony， 我係 Tony Lee。Tony Lee 嘅，俾啲掌聲。係，跟住打鼓朋友。我可唔可以冇晒嘢一間介紹？好啊，你自己一隊 band 嚟係嘛 ？OK， 咁呢一個 free jam session 我哋交俾你。咁啊，我識㗎其實。OK， 咁呢個你哋個 band 有幾多人啊？咁我會玩一隻歌先，跟住我會邀請我嘅好朋友啦，一齊夾另外一隻歌。我會玩3、4隻歌度啦。3隻啦，不如係咪好多人準備晒排緊隊上嚟？哇！3隻一於都話 OK， 唔該晒。有啲朋友有冇人識得我哋㗎？咁我哋雖然都係籍無名嘅，咁啊好啦，咁介紹自己嘅作品先，跟住呢隻歌咧叫做《寶寶在心中》啊。
佢嘅好朋友 Terence 梁仔上嚟彈佢嘅作品。佢負責彈 bass 嘅，佢都有自己嘅歌。咁 studio 應該喺邊度？喺出邊。Hello, my check，OK。咁咧介紹一下呢首嘅歌曲先。呢首歌曲嘅係一首國語歌嚟嘅，叫《什麼是真愛》。咁希望大家喜歡。我在哪里啊？是否我们已经不存在？你要熟悉了，我就梦醒了，时间可否再为我停留？一个人孤单地漂泊人群中，有谁可以告诉我，什么是真爱？请快点说出来，我只想要一个明白。你现在还好吗？我真的想知道，不要走这样弯的。我就梦醒了，时间可否再为我停留？一个人孤单地漂泊人群中，有谁可以告诉我，什么是真爱？请快点说出来，我只想有一个明白。你现在还好吗？我真的想知道，不要走这样弯路。什么是真爱？请快点说出来，我只想有一个明白。你现在还好吗？我真的想知道，不要走这样弯路。什么是真爱？请快点说出来，我只想有一个明白。你现在还好
係吉他手阿 D 主唱嘅一首廣東嘅歌曲，歌名叫《天真現實愛》，希望你哋都喜歡。有冇人聽過啊？夜光冇喎，你唔係嘅妹嚟㗎你。我唔使㗎啦，我唔使㗎，幫我驚我殺咗你啊會。啊得啦得啦得。自己創作㗎？係啊。啊，睇睇我哋 Cash Member 幾好，哇！就嚟出新碟添喎，今日原來嚟埋宣傳添。歡迎頭先鹹濕孫佢哋咁樣講嘅。好，大家繼續努力，在台下咧應該好多都輪流排隊出碟㗎啦，好快，有好多都出咗添啦，我相信。咁啊，佢哋準備緊嘅時候，或者講
一路咧 full band 就 full band 咧，一路有鼓啊，咁啊大家玩 band 已經玩咗好耐啦。去到呢一度咧，轉一轉口味，咁啊有少少安排，咁啊就係有 hip hop 農夫樂隊，咁啊再加埋咧係啊。